收起你嘅玻璃心啊！你係咪成日都會覺得呢個世界好唔公平呢？點解佢出身比你好啊？點解你付出咁多，但係回報咁少呢？我同你講，你冇錯，呢個世界本嚟就係一個唔公平嘅。你越係企喺度抱怨個天對唔住你，你只會浪費更加多嘅時間，同你呢個成功係會越嚟越遠嘅。所以第一，你一定要接受，但係唔代表你係屈服。接受呢個世界唔公平，唔係叫你去認命，係叫你認清呢個現實。你唔會見到一個運動員因為覺得對手喺跑線前過自己，你就坐喺個跑道上裏邊喺度喊噶嘛？佢只會更加拼命咧去跑嘅啫。同樣，你嘅任務唔係去質問點解，係要去諗喺呢個咁唔公平嘅規則之下，我可以點贏啊？而第二咧，就要你要專注可以控制嘅事啦。你控制唔到你自己出身，但你可以控制到嘅幾努力。你控制唔到運氣，但係你可以控制到有幾準備去把握一個機會，將你所有嘅精力從埋怨唔公平轉移去到呢個嘅創造你嘅優勢。嗱，你嘅技能、你嘅知識、你嘅心態先係真正屬於你嘅，冇人可以拎得走你呢一個嘅本錢嘅。由今日開始啦，收起你嘅玻璃心啦，將所有你覺得唔公平嘅事當係一個遊戲嘅設定。嗱，與其花時間同呢個設定去嘈交，不如諗計點去闖關啦。當你去停止抱怨，開始行動嗰一刻，你已經比大多數人咧更加接近呢個成功噶啦。記住，公平係弱者嘅藉口嚟噶，實力先係強者嘅現實嚟嘅。